神话越剧《追鱼》是越剧宗师徐玉兰和王文娟的代表作之一。书生张真与金丞相之女牡丹指腹为婚，不幸亲王家败，投奔金府。丞相借口3代不招白衣女婿，命张真与碧波谈判草庐攻读。碧波潭鲤鱼精为张真读书声所感动，遂变成牡丹小姐与之相会，为他寂寞甘落红尘，与张真结缘。书生张真由海外越剧联盟拉斯维加斯共同主席李路燕扮演。陆燕先生是越剧徐派小生，2001年毕业于上海戏校，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与著名演员钱惠丽等亲自传授。2006年曾获得粤女中锋越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金奖。2008年举办李路燕个人越剧专场《万里与西施》一剧，曾获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优秀剧目奖。鲤鱼精由越剧王派传承人乌素菲扮演，请欣赏神话越剧《追鱼之书馆》。
吧。
小姐，小生死亡尽嘞！我们还是得月下当主啊！好一位美貌